返嚟本港，政府推出嘅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受惠於外匯基金回報理想，首批出年到期嘅 iBond 喺扣除派息之後，好大機會為庫房增添一筆額外收入。有學者就支持月底發表嘅財政預算案加推 iBond。戴祖儀報導。政府由2011年嘅財政預算案起，連續2年推出合共200億嘅通脹掛鈎債券 iBond。首批3年期嘅 iBond 至今已經派咗3次息。由於外匯基金嘅成績唔錯 ，iBond 嘅債券基金回報率對上2次都高過派息率。呢一批 iBond 明年屆滿，分分鐘埋單計數，政府派完息仲有錢賺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早已經表明，今年嘅通脹有上行風險。月底公布嘅預算案係唔係應該再發行 iBond 呢？我贊成㗎，因為始終香港我哋睇到嚟緊呢幾年呢個通脹都係會繼續持續嘅。咁市民尤其是係一啲即係冇工作嘅或者係老人家咧，佢可能有一筆錢，但係收唔到息。咁所以佢就算即係一般市民加人工咧，佢都冇人工加嘅。所以佢係需要咧有一筆或者一個種類嘅資產咧，可以俾一個定息嘅回報，可以抵消個通脹。莊太量認為，目前發行嘅 iBond 太少，每人只可以獲派1手起2手止。要真正做到幫到市民抗通脹，就要擴大發行量。不過，有行政會議成員就認為要小心考慮。對市民嚟講係唔夠嘅，當然係唔夠啦。但你對政府發債嚟講，欠債都要還錢啊嘛。如果你嘅息口定得高嘅，你大還多啲嘅啫。你有冇擔保話一定係跑贏通脹啊？iBond 之前被視為係預算案當中唯一能夠令到中產受惠嘅措施。分析認為，新政府係咪會跟隨加推，就要視乎佢哋諗唔諗到一啲新嘅輔助中產措施。南方頻電視記者戴祖儀報道。